咁今日咧呢個話題其實就好多人想我講，而圍內我亦都講過下噶啦。因為你喺 channel 度公開講咧，會有一個問題就係，我真係驚我自己咧講一啲唔應該講嘅嘢，始終都要保護下自己噶嘛。先釐清個問題就係，好多嘅媒體咧都發出咗一個我可以叫做錯誤嘅信息，就係話長和咧係賣港口嘅。其實咧個港口就並不屬於長和嘅資產，個港口咧係屬於巴拿馬嘅，而長和賣嘅資產係港口嘅使用權。呢啲係大量嘅媒體咧作出一個錯誤嘅陳述。OK， 呢個首先要釐清咗先啊。呢件事嘅重點咧就係在於咧，首先大公報咧出咗幾篇嘅評論，就話長和賣呢一個資產咧係可能違法嘅。包括李家超都出嚟話，我呢個要遵守法律法規嘅要求，即係話暗地裏講緊你呢單雕係可能係違法嘅。但係我想講，你如果係違法嘅，你咪揾法律條文出嚟同人講違邊條法咯。你咪揾律政司出律師信咯。你如果違呢一個國安法嘅，你咪去揾國安拉人封艇咯。有冇咧？冇人咁樣做喎。跟住又話啦，呢一個港口屬呢個戰略產業啊，要考慮呢個國家需要啊。有人話呢個咁嘅民建聯啲廢物啦嚇。外交部又話啦，佢哋霸凌他國嘅利益，你中國嘅外交部話人哋霸凌，即係霸凌你啦，係咪啊？但係佢哋嘅前設係咩咧？長和係一間中國嘅公司，但係長和係一間咩公司啊？長和喺2015年拆遷咗喺開曼群島咯。佢並唔係一間中國公司，唔係一間香港公司嚟嘅喎。咁佢哋所講嘅前設就已經係唔成立嘅咯，講嘅嘢係荒謬嘅。再嚟啦，話賣俾貝萊德呢個美資嘅公司牽頭嘅財團咧，係好似叛國行為一樣喎。但係你哋有冇了解過貝萊德係一間咩公司啊？貝萊德啊，係今年嘅新聞先至俾呢個美洲嘅總檢察長聯名批評。佢哋淡化喺呢一個中國嘅投資風險，因為佢哋好多嘅投資喺中國，所以佢哋唔會話投資中國好危險啊。咁你哋又知唔知呢啲嘢咧？呢個新聞咧係我睇咗一段時間，貝萊德嘅基金啊就唔屬翻呢個上海嘅寫字樓。咁唔屬翻嘅原因當然係佢嘅抵押價值已經不足啦，而佢咧係將呢一個寫字樓抵押咗俾渣打嘅。咁你諗下，求其出一段新聞已經係2棟嘅寫字樓喎。你諗下佢喺中國嘅投資有幾多咯？再嚟啦，原來貝萊德係長和嘅第2大股東嚟嘅。哇！你原來話一間公司同佢自己嘅第2大股東牽頭嘅財團做交易都係違法嘅，咁你呢個地方做咩生意呢？好多人咧就話呢個長和長實咧就唔舉辦呢個業績嘅記者會啊、分析員會議啦，可能驚呢件事。但係你睇清楚。而家嘅主席李澤钜講乜嘢？李澤钜啊就話呢個營商環境波動難測咧，就限制資本開支同埋新投資。佢呢個近乎係回應緊啊大陸想打壓佢，香港想打壓佢呢樣嘢。你打壓我，我咪唔攞錢出嚟咯。原因係咩啊？營商環境波動難測啊嘛，即係話你呢個營商環境波動難測啊嘛，好強硬嘅回應。當然啦。傳媒係唔會放大呢啲嘢嘅，因為長和係一間好大嘅公司，拿住香港好多嘅資產，你一個唔覺意冧市嘅。好多人咧就用呢一個美鋼同埋呢一個日鐵嘅呢個併購案咧，因為美國政府阻止咗啊嘛，就用嚟類比長和呢一單嘢嘅。但係我想講咧，即係蠢人咧係會毀滅地球嘅。即係你求其揾個例子，你都揾錯。最簡單，美鋼係咩公司？美國公司。長和係咩公司啊？開曼群島嘅公司。再者啦，美鋼賣嘅資產喺邊度啊？美國。長和賣嘅資產喺邊啊？好多地方，但係冇中國同香港。你咁都可以當係同一樣嘢咁類比，你有冇腦㗎？我揾埋例子係可以類比嘅俾你哋。就係 TikTok 講咗好長嘅時間，話係要分拆噶嘛，外國嘅 TikTok 啊，而且係要喺美國嘅監管之下啊嘛。咁 TikTok 賣得出嘅機率咧，其實十分之高嘅。
因為中國政府嘅外交政策，佢哋係講緊人哋霸凌佢啊嘛。咁你要完成呢一樣嘢，你咪必須要賣出去咯。如果唔係，咪就係你做緊同一樣嘅嘢。同樣地，你唔俾長和賣港口，咁咪就係你去霸凌人咯。所以話唔俾長和賣港口呢件事，其實係違反中國嘅外交嘅態度。咁上面咧亦都講到李生佢呢一個嘅財務規劃啦，亦都提到一下咧，喺2015年咧，佢已經做出一個重組啊。當年咧就叫世紀重組，其實就係將中國同埋呢一個外國嘅資產咧，其實已經係基本分開咗。當年咧亦都有人寫咗篇文章叫做《別讓李嘉誠跑了》啊嘛。search 呢個名咧係 search 得到嘅，但係篇文咧就應該係 search 唔到噶啦。而且咧個作者後尾亦都出嚟話，你個文章係唔針對任何人。佢點解會咁講啊？你都寫埋名出嚟，然之後話唔針對任何一個人，你唔好戇鳩啦。其實佢篇文下架嘅原因，咪政府下架咯。咁佢出嚟話唔針對任何一個人，咪又係政府要求佢咁做咯。咁你諗下，當年李嘉誠佢仲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力㗎喺大陸嘅政界。再講啦，大陸係咪真係同李家擘咗面啊？好明顯唔係啦。雖然李澤楷咧就唔喺長和裏邊做啊，或者唔喺長江系嘅呢一個公司裏面任職啦，但係如果真係同李家擘面，以大陸共產黨嗰個尿性，你逢係有關嘅人，你都冇可能係出現喺呢一啲咁嘅高層會議啦。呢一個會議主持嘅李強啊嘛，你見到大陸做嘅嘢好清晰噶嘛，嗰200億美金都唔夠嘅嘢，你哋話咩？封鎖港口啊，唔俾你入啊，你哋唔好戇鳩啦，真係在意呢啲嘢咩？真係在意嘅係呢場嘴炮打唔打得贏啊嘛！嗱，我就見到有啲外國嘅媒體，尤其係東南亞嗰啲啊，佢哋嗰啲弱智嘅完全唔識嗰啲社評咧，就話咧，可唔可以因為呢一個長和喺香港上市公司，佢哋影響呢一個投資者同散戶，咁咧就政府出手啦。呢一單嘢係會令到佢間公司嘅價值上升10%，呢個係晨星去評估出嚟嘅。咁我計出嚟嘅其實都係相約啦，而且呢一單 deal 係將一個105億估值嘅資產賣咗190億，如果佢攞埋出嚟分俾股東嘅話，基本上係對股東百利而無一害。請問點樣去阻止呢？請問點樣喺公眾利益嘅層面去阻止呢？所以我咪話基本上全部評論反對，如果你係冇一個利益關係，大公報係因為佢係官媒嚟㗎嘛。咁佢有一個利益關係喺度，佢一定要講一啲啱佢嘅政治立場嘅嘢。但係如果你冇呢個政治立場去話反對呢樣嘢，你根本就完全係戇鳩。OK，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。